欢迎大家收听5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48章1到22节。以赛亚书48章1到22节。最近疫情的关系呢，有很多的孩子他们都在家用线上的方式来学习，因为全部的学校都停课了。在家中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，我想很多父母都有遇过一个经验，就是你叫这孩子不要这样去做，可能他爬得很高，你告诉他很危险很危险，但他还是去做了。然后有的呢 safe 没有发生什么事，有的呢他就从高处掉下来，可能头撞了一个大包，或是撞到哪里凹之类的。今天的经文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以色列人民呢，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拣选的子民，但是以色列人民呢，却背逆了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经历上帝的保护跟拯救，可是他们却嘴唇敬拜上帝，心却远离上帝。在这里呢，上帝更是不愿他们一人沉沦，不愿他们进入在那个毁灭跟痛苦的当中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，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他的子民预言，即使这些事情是在未来的100多年之后才发生，上帝透过他这段话告诉这个心很坚硬的以色列人，告诉他们未来会发生的事，为的是要让他们赶紧依靠上帝，因为未来经历的辛苦，经历的痛苦，你需要靠着我才能度过。不要再一直犯罪了，不要再背离上帝的话了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，我早就预言你的未来，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，我要先告诉你，让你知道你所听到的这些话不是从其他的神明所说的，而是我早就告诉你的。在今天的经文中已经预言将来巴比伦要来统治他们，更多的是讲到将来还会有人兴起要攻击那时候兴旺的巴比伦。这么远的历史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，不过这位超越历史的上帝却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特别提醒以色列人，他先讲了这些话，为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是真神。人虽然悖逆，人虽然会失信，但是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的话语是会实现的。在这里面就讲到以色列的神圣的上帝呢，救赎你的上主对你说，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为了你的益处我教导你，我指示你该走的路。我多么希望你听我的命令，如果你听我的命令，平安就会像河水滔滔不绝，公义就像浪涛滚滚而来。你的子孙会像沙粒那样多，我永不让他们被消灭。上帝他要拯救我们，他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使我们走当走的路。即使这样的道路或许会经历痛苦，但是却不让我们失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。在今天的经文说到，我是用痛苦的火锻炼你，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，我不要自己的名蒙羞，我不让其他的神明共享我的荣耀。上帝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锻炼，就好像在疫情当中，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忍耐，都在学习彼此相爱，都在学习节制，也都在学习用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粮食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，特别在最后一节说到，上帝对作恶的人说，你们不会有平安。是的，上帝是拯救，他要让人回转到他的面前，活出从上帝预定好那美好的旨意。
他不要作恶的人继续作恶，而是要他们归向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一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上帝的心意，还要让我们以他的名为大，信靠他的名，不致蒙羞，不致落空，因为神他爱我们，他要引导我们，锻炼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为了你的名引导我们走当行的路。主，你希望我们听你的命令，是因为你要我们活在平安、公义跟赐福当中。主，我们现在在疫情里面，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是经历很像在锻炼身体、锻炼心灵一样，但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度过这样的时刻，更是为我们当中做医护人员的人来祷告，或是跟这医护相关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你让他们的心在这个时候被主你来坚固，因为他们的工作真的就很像是在锻炼生命一样，每天要遇到这么多的挑战要做很及时的回应，恳求主你来赐福他们，保守他们，更是让他们身心灵健壮，灵魂体兴盛。主啊，按着你的心意，若我们照你指示的路来走，主，我们就要经历那真实的平安、公义、赐福。恳求主你赏赐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典跟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在如锻炼般的防疫过程当中，有健壮的身心灵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给我们5星好评。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明天见。